今日中国是搁派15架军机、3架军舰、1粒气球来扰乱台海。国防部甲中国海空的动态这个图有换新，嘛有标讲中国的军机是对倒位啊起飞的，军机和咱台湾的距离有偌长。不过新版的图内底是甲中国军机的形状拆掉啊。有学者即马是认为讲安尼死做是咱无爱互中国知影讲，咱即马收集情报的能力到什么程度。选后，中国加强台海紧张局势，声枪落落，搁加强干扰台湾。国防部昨仔公布，侦查到15座强机、3座强舰、1粒空标气球，嘛形成强军海空动态示意图，和旧版无同。新增加强军起飞基地、强军和台湾的距离。即届就公布无人机、运8反舰机离俄罗斯大概62海里。另外，预度强机航架甲航向引起关心。尽量在不影响情资来源的前提之下，让我们的国人了解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状况，那么避免敌人利用这些这种空隙来对我们实施认知作战。新版的中军示意图，和外界真好分析中军的动态，对了国军发布情报变保守。学者讲，国军较少发表证据，较不要中国掌握咱的军事能力。大概掌握到多少，掌握到什么距离，可能这些事都，只有我们自己比较清楚。那当然，中共他也会希望说知道说我们大概能够掌握到多少，所以这些资讯呢，你多多少少可能都要做一些简化的处理。针对中国陆航直升机叫做民航机台尾进入海峡中线，国防部讲有掌握状况应处。若中国封城3个月要点台海军演，国防部讲3月份的部分，我们目前没有掌握到。会从事相关对我一些针对性的军事作为。国防部分析，中国在台湾大选结束，展开常态性的战备警巡，结合认知作战，普适地带冲突。国军运用联合情感侦，掌握动态。目前一切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